皮肤啦，当然画皮肤啦。欢迎我们的嘉玲宝宝。哦，看一下，但是我还没必要。真的好看吗？真好看吗？嘉玲宝宝。薄的，当然好看是吧？说到小兔先说了。麦克风堵的呢？什么呀？第一声音有些不好。你不是说有多长时间？就是看的话，那么你看我自己就是你可以播，我有10点吧。对。因为他觉得时间太长了，然后要睡觉要休息。这太萌了。哎呀，好看就只有2个人了，只有我们 C and D 宝宝。接下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学的新舞蹈吧。没有啊，你说平时上班没有啊？完了，肯定卡了。现在好些吗？然后有时候要回去。现在好一些吗4点半，我下班不是10点比较放学，5点半，4点半，6点半。现在好一些吗？现在好些吗？卡麦了好像。关一下，重新来一下要不？快有1年了吧？